坚持每晚瘦腿。先看对比，大腿减了11厘米。如果你站起来是这样，坐着是这样，不要焦虑，行动起来，有床就能练。坚持跟练后的腿子真的又细又长。动作1，折腿30秒。折腿30秒。动作3，宽距交叉腿30秒。动作4，勾脚人字30秒。动作5，单腿上抬30秒。换腿同样是30秒。动作6，青蛙腿上抬30秒。以上动作为一组，每天坚持做3组，最后拉伸。